立法院最近完成今年度總預算案的初審，不過這教育部無人機的預算煞引起在野黨質疑，提案講要刪除、要凍結。民進黨立委就批評講，若被安尼做，根本就是咧阻礙台灣培育後一代無人機的人才。立法院各委員會最近完成今年度總預算案初審，將來要進入調野協商。不過審議過程，國民黨立委王曉玲不提出要甲陸委會文宣會全部刪掉，陸委會副主任劉文傑真不滿。王曉玲說，他要刪我們陸委會所有的宣傳預算，他說只要梁文傑一張嘴就可以了。共產黨啊，他們對台灣的預算是多到不能算不出來，陸委會的預算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憐啊。在野也質疑教育部的無人機採購案，因為教育部佇咧高中級編4億外的預算，規劃補助175間學校加5間困考中心，買卡球無人機、天空無人機加空拍無人機，總共7010台。民眾黨團批評欠缺師資的配套，提案要刪2億。另外，大專院校部分也編1億5千外萬的預算，要推動產業合作加技術研發，國民黨要全部凍結。凍結並不代表刪除，其實教育部更應該提出具體的說明，為什麼這個教育部的足球無人機，它的預算是一般這個無人機的3倍哦，必須要提出更多背後的資料，我們才能夠清楚地了解每一個無論是農業部的使用、教育部的使用無人機，它具備有哪些不同的功能，價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落差？設備跟廠房你花錢就可以建造，可是如果人才真空了，就沒有人可以做設計，沒有人可以做研發。現在居然是來傷害學生。民進黨立委批評，若被做法，袂輸敢若保護台灣無後一代無人機人才，希望會使理性監督，要求教育部提出更加完整的配套。因果袂使安尼就甲無人機的人才培育鏈卡掉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